大家好，我是嘉辉老师，今日要来甲大家分享安怎准备台语写作。准备的物件，第一点，咱先甲口语练好势，是安怎呢？因为你若讲袂好势，安尼你写可能嘛是会写会中答，也是写毋对去。阮的物件其实单一项，就是逐工讲台语。咱有台语的环境，譬如讲，你买物件时讲台语，你甲厝诶人讲台语，抑阁有爱听台语新闻，然后你嘛会使对台语新闻做伙念，伊念一句，你念一句，用 YouTube 来练习，这嘛是诚好诶方法咯。第二，找台语诶语词，并台语诶线顶词典。词典会当参考，找台语也是教育部诶词典，因为你一定爱认捌这语词，也就是讲，教育部诶700字，迄是上基本诶，建议大家一定爱拢全部记起来。而且阅读台语诶文学诶册，咱之前有小解过一寡，譬如讲芳远诶故事、陈瑞老师诶小说。等等，林美丽老师诶作品、王昭华老师诶作品，这拢是诚好诶教材，嘛是诚好诶册，台语诶文学诶册，会当互大家参考。然后练习写造句，练习写造句，就是讲你一开始袂晓写文章，安尼你着逐工拢写一句，然后你家己想诶。逐工诶日记，用台语诶方式记录落来，一礼拜练习1篇至2篇就会使。写几篇诶台语文章，袂晓诶会记你编词典哦。以上提供互大家参考，多谢你诶收听，咱后摆再会。